大家好，今日我講嘅識飲識食系列第一條片呢，我主要呢唔會講食物營養本身喎，反而呢我會聚焦喺兩種大家常見嘅或者常用嘅煮食器具。咁第一種煮食器具呢，就係微波爐。今時今日咧，可能有好多朋友咧，仍然會問呢個問題嘅。咁究竟微波爐會唔會令我哋中輻射嘅咧？甚至啲食物叮咗之後，會唔會引致到有癌症嘅咧？第二種器具咧叫做氣炸鍋嚇。喺近呢十年八年咧，咁我諗大家都認識過呢樣嘢㗎啦嚇。有人就話啦，用氣炸鍋去煮食咧就會比較健康一啲嘅喎嚇，因為用少啲油啊嘛嚇。好嗱，咁咧我哋先聚焦微波爐先，不如我就先講個答案先啦嚇。究竟微波爐煮食物安唔安全嘅咧嚇？大家睇翻呢個圖就知啦嚇。打橫睇先嚇，微波爐嘅輻射會唔會對我哋身體有影響或者致癌嘅咧？原來係唔會嘅。微波爐叮過嘅食物會唔會對我哋身體有害或者係致癌嘅咧？原來都唔會嘅。咁所以簡單嚟講，正確使用微波爐咧，其實係安全嘅。微波爐其實係邊個發明？係喺邊個情況之下發明咧？原來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喎。咁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已經有戰機有空軍呢啲嘢噶嘛，係咪如果我自己有戰機，敵方都有戰機嘅，咁所以咧，當有戰機呢樣嘢發明咗之後咧，咁我哋又要諗方法點樣探測敵方嘅戰機？咁所以大家一定會諗到啦，有雷達嘅出現係咪？雷達嘅原理係咩咧？可能有少部分嘅朋友咧唔係太清楚。咁我哋睇一睇呢個圖咧，就即刻理解得到噶啦。原來咧喺雷達探測咧必須你要有一個嘅雷達站先啦。咁佢就會釋放呢一啲信號出嚟。四方八面嘅如果呢啲信號咧碰觸到一啲嘅物體，咁咧就會產生一啲反射。其實我所講嘅呢啲信號咧就叫做電磁波，英文叫做 electromagnetic wave 或者簡稱叫做 EM wave。話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完結嘅1945年初咧，咁喺美國嘅雷神公司咧，咁一個實驗室入邊，咁有一位工程師叫做 Spencer。咁佢有一次咧就發覺啦，帶咗嚿朱古力去實驗室嗰度，咁點知咧一陣間咧就發覺咗，嗰嚿朱古力好似溶溶地嘅喎，咁佢就思疑啦，會唔會喺實驗室入邊啲電磁波係比較多，而令到嚿朱古力咧個溫度即係提升咗少少，變咗即係有啲溶咁樣，後來咧經過一輪嘅即係測試啦、實驗啦，微波爐咧就係咁樣發明咗噶啦。用傳統嘅加熱方式同微波加熱咧，又真係南轅北轍嘅嚇。咁最簡單嘅加熱方式，傳統嘅係咪用火去燒啲食物啊？或者我哋有個鑊嘅將啲食物炒熟或者去炸熟佢，又或者咧有發熱線嗰啲嘅焗爐，係咪？咁其實呢三種方式咧，都不外乎咧將熱力由外邊傳到去食物入邊。咁所以啦，如果嗰嚿食物比較厚身一啲嘅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喺最中心嘅地方咧係最難加熱、最難整熟嘅。咁如果係用微波咧，咁佢又點樣加熱或者整熟啲食物嘅咧？好嗱，大家睇睇呢個圖就會明白噶啦。咁我哋明白啦，一般嘅食物咧都會係含有水分子嘅。咁呢啲水分子咧，咁喺室溫嘅情況之下咧，佢就喐得好慢。有咩方法咧可以令到呢啲水分子喐得快啲嘅咧？咁我哋咧就用微波啦，係嘛？通過微波嘅刺激咧，即係 V 嗡嗡一輪之後咧，咁啲水分子咧就會喐得好快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摩擦可以生熱，係咪？咁所以啦，當啲熱力由呢水分子產生出嚟，咪可以將成嚿食物係整熱咗咯。咁佢有個特別個名嘅，叫做咧電介質加熱。其實你唔使理呢個名嘅，總之我哋知道用微波去叮食物。係咪？咁其實咧呢嚿食物咧入邊嘅水分子就會產生熱能，咁因此啦，熱力就係由入邊傳翻到去出邊嘅，咁同傳統嘅加熱方式咧基本上係完全相反嘅。而雷達所用嘅電磁波就係微波，
嚇，咁所以咧呢個工程師 Spencer 咧，佢研究雷達嘅時候咧，就無意中咧就發現咗原來微波咧係可以用嚟加熱食物嘅嚇。咁啊，至於大家最關心嘅係微波爐會唔會令到我哋中輻射嘅咧？好嗱，咁我哋睇一睇呢個圖先。嗱，呢個圖咧就顯示咗成個電磁波嘅家族係啦嚇，咁咧你會發覺咧佢有好多個成員嘅，係咪嚇？中間有啲公仔。好嗱，咁我哋咧就係由左至右咁樣睇，喺最左邊你會見到電磁波家族嘅兩個成員，第一個係無線電波，第二個係微波。咁呢一啲咧都係屬於咧電磁波之中能量係比較少、穿透力比較低嘅電磁波嚟嘅。嗱，咁喺右手邊嗰度咧，你就會見到啦一啲高能量嘅電磁波，譬如係 X 光啦，仲有伽馬射線，係咪嚇？咁呢一啲咧，佢哋個能量係高，穿透力亦都係高嘅嚇。咁所以咧，你再睇睇最底下嗰兩行字啊，係咪？咁所以咧，呢啲咁嘅高能量嘅電磁波咧，我哋就叫做電離輻射 （ionizing radiation） 嚇。咁呢一啲咧係對人體係比較危險一啲嘅嚇。咁所以大家都知啦，照 X 光咧就即係一年入邊你唔可以話照十幾廿次噶嘛嚇。咁呢個對身體係唔好嘅嚇。咁啊至於中間嗰啲咧，其實就係我哋熟悉嘅可見光嚇，即係紫藍青綠黃橙紅呢一啲啦嚇。咁所以啦當我哋一提到電磁波或者係一啲輻射咧，大家就好驚，其實就唔需要嘅。最緊要你睇下佢係屬於譬如電磁波之中，究竟係唔係高能量嘅，係唔係電離輻射？咁至於微波咧，佢屬於非電離輻射咧，咁其實係安全嘅嚇。咁至於啦微波爐叮完咗嗰啲食物會唔會殘留咗一啲輻射喺入邊咧？嗱，咁呢個大家更加係唔需要擔心啊。點解咧？其實一個好簡單嘅道理嘅啫。大家譬如夜晚開眼燈係咪？如果我哋將眼燈一撳掣熄咗，光線仲會唔會殘留喺我哋間屋或者我哋間房嗰度啊？係唔會噶嘛。你一熄掣就即刻冇咗啦嘛嚇。所以喺香港政府嘅網頁入邊咧都寫明啦，用微波爐煮食咧係唔會令食物咧係有輻射嘅殘留或者咧受輻射嘅污染。咁呢一段嘅英國 BBC 嘅報導咧，亦都講到啦，微波其實咧個能量係好少嘅。唔能夠咧讓食物入邊嘅電子咧係脫離咗出嚟嚇。咁簡單嚟講啦，微波咧係唔會殘留喺食物入邊嘅。我哋食叮嘅食物咧，基本上咧係安全嘅。咁另一個大家都關心嘅問題咧，就係用微波爐煮食會唔會導致到大量嘅營養流失？好嗱，第一樣咧就係礦物質咯。嗱，其實用微波爐煮食咧咁同傳統加熱咧係差唔多嘅啫，即係話礦物質嘅流失唔會特別多咗，亦都唔會特別少咗。咁至於啦，維他命會唔會被微波破壞嘅咧？其實維他命 B、C 咧就唔耐熱嘅，即係話咧高溫咧就會破壞維他命 B 同埋 C。咁而一般嚟講，如果你用微波煮食或者用佢嚟翻熱咧，通常咧用嘅時間會比較短一啲，因為傳統嘅煮食咧嗰個熱力要由外邊逼入去噶嘛，咁一般咧嗰個時間會係長嘅，咁所以咧用傳統嘅煮食方式咧，維他命 B、C 呢一類咁嘅維他命咧，其實係會損失得更加多嘅。咁大家更加關心嘅問題咧，就係微波爐叮嘢食會唔會產生有害嘅物質喎？嗱，咁有一啲 KOL 咧就會話啦微波爐煮食咧會產生 COP，即係氧化膽固醇 （oxidized cholesterol）。咁呢一隻嘢咧係會令到我哋中風嘅。嗱，咁我哋睇一睇呢個資料先嚇。咁喺網上揾到咧，我哋就會發覺啦，原來喺傳統嘅飲食或者係用微波爐煮食咧，都會產生呢一啲咁嘅 COP 嘅嚇。咁尤其是一啲咧油脂類高嘅食物譬如咧一啲香腸啊、臘腸啊、煙肉啊呢啲咁嘅食物，喺高溫情況之下咧，就會係產生 COP 用微波爐都唔例外嘅。咁所以啦，重點就係啦，呢一啲油脂類高嘅食物，無論用微波也好，傳統方式加熱都好咧，千祈個時間咧唔可以太耐嘅嚇。咁至於啦，會唔會產生咧一啲致癌嘅物質嘅咧？嗱，咁我就根據翻咧香港政府嗰個網頁，食環署嗰個網頁咧，佢就話啦簡單咁講啦目前咧係並冇證據咧係證明到用微波爐加熱食物咧係會增加致癌嘅物質嘅嗱，咁咧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咁可以自己上網睇翻。
使用微波爐咧，有幾點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嘅嚇。第一咧就唔係所有嘅食物咧都適合拎去叮嘅。第二啦，如果個容器係膠嘅話咧，咁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好嗱，咁我解釋一下咯。咦，點解連蒸餾水都唔適合擺入去微波爐嗰度叮嘅咧？嚇嗱，咁我哋先諗下先。如果係一般我哋煲水啦嚇，揾啲水喉水去煲。佢加熱到接近100度、90幾度嘅時候咧，咁咧就會出現一啲小氣泡嘅，係嘛？咁我哋叫嗰啲水叫蝦眼水啦，咁呢啲氣泡就會越嚟越多啦，係嘛嚇？咁但係咧，如果我哋係叮呢一啲咁嘅蒸餾水咧，因為佢冇雜質啦，如果嗰個容器入邊亦都係比較光滑一啲咧，咁就好容易咧就會出現一個過熱嘅現象，亦即係話啦冇氣泡，不過嗰啲水咧已經加到好熱。咁如果我哋攞咗呢杯水出嚟之後咧，以為佢咦都唔係好熱啫喎，咁啊直接攞去飲咧，咁可能就會淥親啦。咁至於連殼嘅雞蛋，甚至譬如我哋打開隻蛋咧，我哋冇整爛嗰個膜咧，咁其實都係唔適合嘅因為咧微波爐加熱嘅速度咧就會好快嘅。咁因為雞蛋黃入邊都仲係液體嚟噶嘛咁佢嗰啲熱力咧，如果散唔到出去，突然間過咗個臨界點咧，就會谷爆個膜。咁所以啦，咁你成個微波爐咧就會整到好污糟噶啦嚇。咁至於膠嗰方面咧，因為膠有好多種嘅，有一啲咧個耐熱性會係低一啲咁所以譬如微波爐嘅保鮮紙咧，大家都見到喺超級市場有得賣咁咧，因為佢就係會比較厚一啲，同埋咧耐熱性高一啲咁所以咧就記住啦，唔係所有膠咧都適合咧作為一個微波爐嘅食物容器嘅。咁另外啦，金屬嘅容器咧，通常都唔適合放入微波爐去使用嘅。嗱，不過咧，大家可能會發現啦，微波爐嘅內籠本身就係金屬啦。咁點解一個金屬嘅杯或者碗咧，唔適合放去微波爐度使用嘅咧？原來咧呢個咧涉及到一個叫做電弧嘅現象嘅咁簡單嚟講咧，就係話啦，好多嘅金屬嘅容器，可能佢有一啲接駁位嘅。或者咧，你如果擺隻叉落去，咁佢係尖尖地嘅，咁嗰啲電子咧就會喺呢啲咁嘅接駁位或者一啲咁嘅比較尖嘅地方咧就會聚積，咁所以啦，你一開微波爐嘅時候咧，咁嗰啲電子聚積咧就容易咧會產生一啲火花出嚟咁不過咧有啲工業家咧就發覺咗呢樣嘢就做咗一啲咧我叫做咧就係即係 one piece 嘅一啲嘅容器，係金屬嘅容器咁一來冇接駁位啦，二嚟咧佢嗰啲邊位咧就做到咧就好圓潤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呢啲咁嘅專登俾微波爐使用嘅金屬容器咧其實係存在嘅咁另外咯使用時間嗰度咧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因為微波爐加熱嘅時候咧就個速度係好快嘅，咁所以啦，如果我哋嗰啲食物比較多或者嗰嚿肉比較厚嘅話，咁應該點做咧？其實最簡單咧就係咧我哋分幾次去叮佢係啦，即係話可能咧叮咗1分鐘就即刻攞出嚟攪一攪佢，轉一轉啲位係啦。就防止咧某一啲位咧係會出現咗過熱嘅情況。咁只要大家留意翻我頭先講嗰幾個注意事項咧，咁其實用微波爐去煮食或者翻熱咧係安全嘅。咁至於氣炸鍋方面咧咁大家都可能會問啦咁用氣炸鍋去煮食係咪健康啲嘅咧？嗱，咁我哋先了解一下佢嗰個加熱方式先。其實氣炸鍋咧就簡單啲啦，佢都係用翻傳統嘅加熱方式，即係話啲熱能咧係會由外邊入到去食物嘅入邊嗰度。不過咧佢就係用熱空氣去煮食嘅，咁所以咧取代咗去油炸嘅話咧，咁因此啦，同油炸嘅食物比咧，用熱空氣去煮食咧，咁嗰個熱量一定係會低啲。不過咁氣炸鍋所用嘅熱空氣咧，個溫度咧可以高到去接近300度嘅咁兼且啦，同油炸相比咧，用氣炸鍋去煮食咧，嗰個時間係要耐一啲嘅。咁因此啦，食物喺高溫之下咧，就會產生咗一啲嘅致癌物，咁就包括咗丙烯酰胺同埋多環芳香烴咁呢兩樣嘢係咩嚟嘅咧？咁點產生嘅咧？嗱，簡單嚟講，丙烯酰胺咧係由澱粉質經過高溫之後咧咁所產生嘅。咁至於多環芳香烴咧，就係一啲嘅肉類，因為佢入邊有脂肪、有蛋白質比較多咁喺高溫之下咧，亦都會產生呢一種致癌物多環芳香烴
嚇。咁啊，有咩方法可以避免咧？嚇，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嚇，就係我哋唔好食一啲經過高溫處理嘅食物嚇，特別係一啲咧即係燒到黑晒啊嚇，咁呢啲咁嘅食物嚇。咁啊，因為咧呢啲咁嘅食物咧含有頭先所嗰兩種嘅物質咧，咁佢係會破壞我哋 DNA，係會致癌嘅，係啦，呢個係證實咗嘅嚇。咁所以啦，嗱，去到最後咯喎，嗱，如果你問我屋企有冇買氣炸鍋嘅咧嚇？曾幾何時咧，我都諗過買嘅嚇，咁後來知道咧，佢要用到300度高溫嘅空氣咧，因為係會產生一啲致癌物噶嘛，咁所以最尾咧我係冇買嘅嚇。咁至於我屋企有冇微波爐咧，咁好老實講，基本上接近差唔多日日都會用嘅嚇。咁因為微波爐咧其實係安全、有效、快捷、乾淨嘅。咁今日呢條片嘅資訊量咧都比較多一啲。咁亦都講得長咗少少嚇，不過咧都希望以上嘅資訊咧能夠幫到大家。好，拜拜。